在这里我要说几句话。刚开场的时候，我真的几乎哽咽，因为我想起了我的老师王文娟老师。刚刚大家看到的视频也是粤剧经典黛玉焚稿。今天献上这一段就是缅怀我的老师王文娟，因为再过2天就是她离开我们的日子。感恩老师，谢谢大家。